原话艺术水阁好，佫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比咱来研究台语内底4字的成语，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，有真侪艺术的话句。头一句，国正招你来探讨一句画山画水。国正啊，我知，迄个贼啊，山水画甲足水，当然无毋对啦。画山画水安尼讲，原来会通啦。毋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，大家坐踮遐伫咧卡，咧讲啥？咧画仙啦，吼！大家踮遐画山画水，就是讲天讲地。啊，毋过共款画头一字，画搁排伫咧第3字，啊，搁有另外一句都无相像哦。画山画水是画仙，是大家踮遐拍俏谈，讲一寡自由潇洒轻松的话。啊，那画灵画凤呢？咱知啦，画灵画凤，目前社会上咧应用，敢若一款情形。当两个朋友踮遐伫咧讲笑，大家坐踮遐伫咧泡茶的时阵，我看阮知己的因囝行入来讲，啊规身躯安尼画灵画凤，但吼少年家毋好安尼啦，安尼你就知影赤字，目前社会才有即句讲画灵画凤。结果我安尼讲迄个少年家尔，阮知己的朋友咧泡茶煞无欢喜啊，讲当你咧讲阮囝讲啥，毋通安尼甲阮嗲名嗲姓。即句嗲名嗲姓，我那头一字甲第3字相共的呢。啊，嗲名嗲姓，敢若一种情形，就是讲话已经甲人的名甲姓呛出来，甚至讲吼口气真无礼貌，口气是要冤家的口气，五啊国精，安尼叫做嗲名嗲姓。国种头拄我咧讲我甲阮朋友因囝念讲你身躯安尼画灵画凤，伊甲我讲你安尼甲阮囝嗲名嗲姓，就是对阮囝无礼貌，就是对阮囝即种态度，实在是我无欣赏嘛。因为阮囝未来是要做圆做条的，你敢知？做圆做条即句话，原来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，无毋对。圆甲条，就是咱厝里所起厝咧用的栋梁。啊，若做圆做条咧，意思讲阮这囝，你莫甲嫌，莫念伊画灵画凤啦，未来。原来是阮兜要挖靠的，你毋得安尼吼，疼惜即个孙啊，疼惜即个下辈。阮后摆原来要做圆做条，原来是阮兜的大条。哇，原来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的成语，大家有影艺术，有影真趣味啦。